歡迎大家嚟到賽馬會耆智園25週年呈現觸動記憶體驗館嘅揭幕禮。過去嘅25年，耆智園就為我哋今日做準備。到2046年咧，你就啱啱去到第45年嘅週年紀念㗎啦。希望你哋咧就可以為我哋未來嘅20年咧繼續出力。馬會咧亦都係致力透過創新嘅服務嘅模式咧，係唔單止係回應長者嘅即時需要，係更加係着力去推動長者照顧同埋服務方面嘅整體嘅轉型，令到我哋長者咧可以享有尊嚴同埋豐盛嘅晚年。耆智園做咗咁多嘅工作，我哋就真係能夠同心協力啊！我哋唔同嘅部門啊，唔同嘅專家，我哋可以坐埋一齊，重新締造我哋香港特有嘅一個認知障礙嘅預防、盡早識別、盡早介入呢一種嘅模式。希望咧用自己少少嘅力量，可以令到大家更加多人了解對於腦部嘅健康啦，同埋對於照顧者同被照顧者嘅真實需要啦。咁呢一個我都覺得係好有意義同埋好重要嘅。3、2、1，哇！賽馬會耆智園25週年呈現觸動記憶體驗館正式揭幕。